所以来中秋节就要到啊，真侪人拢会送礼，不过咱收到这礼盒，定定讲物件拆掉，全部拢是这阿爸钱伫咧贵。这环境部呢资源循环署举办头一届中秋绿色设计礼盒比赛，推动这礼盒唔免可包装，鼓励民众做伙来支持简单佮环保礼盒。 今2个月就是中秋节，真侪礼盒业者开始设计家己的中秋礼盒，提供予民众送礼使用。选中秋礼盒是爱包装水、佮大方有面子，也是简单实在有礼数。民众嘛有无共款的看法。咱个外口包啊真水，啊内底一丝仔囝无适合食。偏向于精美，因为我觉得既然要拿出手了，还是漂亮一点会比较好。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建议民众选中秋礼盒爱记的一济三少的口诀，选了济佮环保的礼盒较实在。 那重要的就是能够掌握1多3少的原则啊，就是产品的分量多，包装的材质少，材料少，印刷少啊，这样子就可以能够买到我们符合我们需要的一个礼品啊。循环署嘛举办第1届中秋彩色设计礼盒比拼的活动，希望环保礼盒的观念会当对业者开始做起。糕饼类、酒类、化妆品跟 加工食品的这些礼盒业者能够在这个期间尽快来送件给我们来做一个评比。那我们评比的结果呢也会公开给各个消费者来知道，让消费者能够选购这些更符合绿色设计的一个产品。 包装减量一直是台湾长期咧推动的项目。循环署提醒礼盒业者，对民国94年开始，各地环保局会去稽查各种的礼盒包装，若是违反限制产品过头的包装业者，上济会罚款3万至15万的罚金。循环署鼓励消费者支持包装减量，送礼嘛会当环保减塑爱地球。记者第2选林玉凯台北报道。